云林台78线快速道路往西边16.5公里的所在，中途发生火烧车，一台载进香团物品的货车凶起火烧，车顶一家伙，驾驶甲2个囡仔拢受烫伤，驾驶的某是侧伤。警方初步了解，车顶敢若有载炮啊，详细起火原因还阁等咧调查。 消防车赶紧去现场，远远就看到乌烟伫冲天顶，随后赶紧布水线，对导火货车抓水降温。进香团的，整台车烧光光了。火势捌一摆，消防人员虽然赶紧将火势控制掉的，不过货车也是烧甲寸骨价。车顶迄当时载有一家4个人，虽然拢会扶走出来，不过2个囡仔烧着伤，趴伫涂骹等待救援。 小孩子灼伤。除了10岁到9岁兄弟脚甲手受着伤，34岁细规驾驶，规身躯是受着40拍的烧烫伤。那26岁加后是几个所在受着伤，好佳在拢无生命危险。意外发生伫车库中道云林台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西向16.5公里的所在，一台载进香团物品的大货车突然发生火烧车，车顶一家4个人。 好佳在拢有走出来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是做路访，然后他们是一家人，啊，最后他们就叫三台救护车，然后送他们到台大。警方初步了解，车顶疑似载炮啊，不过导火原因要爱进一步确认。那意外迄当时，在78线把全线封闭，开车有5公里长，一直到1点外钟了后，车顶才渐渐缓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